當你開始想改變，其實第一步最緊要嘅就係去改變你嘅環境，因為99%嘅機率底下咧，人係會成為環境嘅產物。風水裏邊有一個詞叫活物調命，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呢？意思就係話你長期喺點樣嘅圈子裏面接觸點樣嘅人呢，就會慢慢長成類似嘅群體。低頻嘅抱怨咧，會將你拖入消耗嘅深淵；穩定向上嘅人咧，會喺不知不覺當中咧，將你托舉起嚟。好多人以為係自己唔夠努力啦，唔夠聰明啦，但係冇諗過咧，冇反思過咧，係咪每一日向你靠近、如你為伍嘅人咧，都喺度靜雞雞拉低你嘅能量。你唔使急住去證明自己係邊個，但係你一定要睇清而家係邊個同你同行。當你開始選擇更加乾淨嘅圈子，你嘅思維邏輯會變，情緒心態會穩，做嘢做事嘅方式方向都會慢慢向上。一旦行入咗呢個向上嘅軌道咧，好多機會啊、好運啊、貴人啊，都會主動向你靠近。你能夠行幾高、走多遠，取決於你將自己放入咗點樣嘅環境同埋圈子裏邊。